斯十兄弟第一章，寶爸和寶媽生了10個孩子，老大姓風耳，老二千里眼，老三大力士，老四闊嘴巴，老五貼灰甲，老六不怕燒，老七高個子，老八軟骨頭，老九轉地鼠，老十飛毛腿。10兄弟的長相奇特，而且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厲害本領。有一天，寶兒時報到了一個大螃殼，殼裡面藏了顆夜明珠，夜明珠都亮光，發亮光，把整個房子都照亮了。村裏的毛將軍知道了，就想寶爸的房子那麼小，要夜明珠做什麼？我來把它送給皇帝，照亮整個皇宮。毛將軍諗，趁着寶爸和10兄弟出海捕魚時偷走了夜明珠。寶爸回來知道了，生氣地說：我去跟皇帝說明白，請他把夜明珠還給我們。到了皇宮，皇帝以為寶爸是來搶夜明珠的，就說：來人啊，把寶爸捉起來！